后来风台伫南部造成严重的霜冻，有真侪家庭无法度动鼎灶煮3顿，有店家做爱心便当，发放予灾区的民众，温暖有爱心，网友真热闹。 大顶客满装花，一个人底饭，一个人硬菜，阁有人将一块一块的政治牌放进碗内底。几十份的爱心餐点，全部拢是要送到灾区的。因为这一次台风风灾对我们南部啊、台南啊，还有一些旧台南县市的影响还蛮大的，很多家庭啊都是房屋倒塌，然后断水断电，然后都甚至没有网络可以用，然后因此他们都没有办法自己煮饭。 所以想说这次再靠大家的力量一起做饭给他们吃。款爱心餐点的，唔那头家一个人，附近的店家嘛来斗相共，头家同学冇参加，甚至含店里的老顾客嘛来斗无行。因为我看到丙老板在网络上有 po 讯息，就是他这次去做赈灾需要人手帮忙。那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是老师，放暑假就一起来帮忙，带小朋友也来做志工这样子。 头家嘛伫咧面册铺文，讲中昼休困要来做爱心便当，昨中昼和暗顿拢总发405份，真侪民众排到热肠，拢是要来等领餐点的。啊，今仔日是改送到7股。今天要送去灾情比较严重一点的地方是七股。 七股那边就是也蛮多老人家跟小孩子都没有便当可以吃，他们只有一些泡面啊、饮料可以喝而已。然后，所以我们想说，赶快今天再用一次便当给他们吃。今天包括我一个朋友，加起来大概有300多份。好心好行，真侪网友拢学了解得吃，嘛讲店家温暖够爱心，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为南部的风台灾情尽一份心力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